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有些人總能在股市裏賺到錢，而我們普通人卻總是虧損？為什麼同樣是抄底，巴菲特的黃金搭檔查理·蒙格能夠穩穩賺錢，而我們卻經常被套路？今天我們就來聊聊蒙格老爺子的一個黃金法則，這個法則可能會徹底改變你對投資的看法。蒙格的硬核觀點。查理·蒙格曾經說過一句讓無數投資者震驚的話，他說，如果一家公司的利潤率低於12%，那你去抄底就是在送死。這話聽起來是不是特別狠？但我們仔細想想，這位96歲高齡還在投資一線的老人家，他說這話肯定是有道理的。蒙格這輩子和巴菲特一起管理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，把一家快倒閉的紡織銀變成了市值幾千億美元的投資帝國，這樣的成就不是隨便說說就能做到的。他的每一句話都是用真金白銀換來的經驗，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好好琢磨一下這個12%背後的邏輯。很多人可能會問，為什麼偏偏是12%這個數字呢？其實這不是蒙格隨便拍腦袋想出來的。我們來算一筆賬。如果一家公司的利潤率只有5%到8%，那它基本上就是在鋼絲上跳舞。市場稍微有點波動，原材料價格漲一漲，人工成本增加一點，這家公司可能馬上就會從盈利變成虧損。而12%的利潤率意味着這家公司有足夠的安全邊際，它能夠抵禦市場的各種波動，全能有餘力去投資研發，擴大規模。這就是蒙格所說的護城河的一部分。為什麼低利潤率是陷阱？我們經常在股市裏看到這樣的情況，某個公司的股價跌了很多，看起來特別便宜，很多人就覺得這是抄底的好機會。但蒙格告訴我們，便宜不等於有價值。如果這家公司本身的利潤率就很低，那股價下跌往往是有原因的。低利潤率的公司通常面臨着激烈的競爭，他們沒有定價權，只能靠壓低價格來爭奪市場份額。這種競爭就像是一場消耗戰，最後往往是大家都不賺錢，甚至一起虧損。我們來看看現實中的例子。零售行業裏有很多公司的利潤率都很低，可能只有3%到5%。這些公司每天看起來生意很忙，貨物進進出出，但實際上賺的錢卻少得可憐。一旦遇到電商的衝擊，或者經濟下行消費疲軟，這些公司馬上就會陷入困境。而那些利潤率高的公司，比如一些科技巨頭或者奢侈品牌，他們的利潤率可以達到20%甚至30%以上。這些公司即使遇到一些困難，也有足夠的緩衝空間來應對。這就是為什麼蒙格強調12%這個門檻，因為這是一個能夠讓公司長期健康發展的最低標準。更重要的是，低利潤率的公司很難有錢去做創新和升級。我們想想看，如果一家公司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只夠擁持日常運營，它哪有餘力去投資新技術、開發新產品呢？而那些高利潤率的公司就不一樣了，他們可以把賺來的錢投入到研發中，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。這就是為什麼富者越富，窮者越窮。在商業世界裏，這個規律同樣的用。真正的價值投資邏輯，蒙格和巴菲特的投資哲學其實很簡單，就是要找到那些真正優秀的公司，然後長期持有。但怎麼樣的公司才算優秀呢？利潤率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。高利潤率意味着這家公司在行業裏有獨特的競爭優勢，可能是品牌影響力，可能是技術壁壘，也可能是規模效應。
這些優勢能夠讓公司在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，持續為股東創造價值。我們來看看蒙格和巴菲特投資過的那些經典案例。可口可樂的利潤率長期保持在20%以上，這是因為它的品牌價值無可替代。蘋果公司的利潤率也非常高，因為它的產品設計和生態系統形成了強大的護城河。這些公司不僅利潤率高，而且能夠持續保持高利潤率，這才是真正值得投資的好公司。相反，那些靠價格戰競爭的公司，即使規模再大，也很難成為好的投資標的。很多人覺得價值投資就是買便宜的股票，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解。蒙格說過，用合理的價格買偉大的公司，遠勝過用便宜的價格買平庸的公司。什麼是偉大的公司？就是那些能夠持續創造高利潤率的公司。什麼是平庸的公司？就是那些利潤率低、競爭激烈、前景不明的公司。即使這些平庸公司的股價再便宜，買進去也很難賺到錢，因為他們本身就缺乏成長的動力和空間。如何識別高質量公司？那我們普通投資者應該怎麼做呢？首先要學會看財務報表，特別是利潤率這個指標。不要只看絕對的利潤數字，更要看利潤率的趨勢。一家公司的利潤率是在持續提升，還是在逐年下降？如果是持續提升，說明這家公司的競爭力在增強；如果是逐年下降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可能這家公司正在失去競爭優勢。除了利潤率，我們還要看公司的現金流。有些公司賬面上利潤很高，但實際上卻沒有多少真金白銀進賬，這種公司也要警惕。好的公司不僅要有高利潤率，還要能夠把利潤變成實實在在的現金。只有這樣，公司才能有錢去分紅、去投資、去應對各種挑戰。蒙格特別強調現金流的重要性。他說，一家公司如果不能產生穩定的現金流，那就像是一個人雖然有很多資產，但就是拿不出錢來用，這樣的情況是很危險的。除了利潤率，我們還要看公司的現金流。有些公司賬面上利潤很高，但實際上卻沒有多少真金白銀進賬，這種公司也要警惕。好的公司不僅要有高利潤率，還要能夠把利潤變成實實在在的現金。只有這樣，公司才能有錢去分紅、去投資、去應對各種挑戰。蒙格特別強調現金流的重要性。他說，一家公司如果不能產生穩定的現金流，那就像是一個人雖然有很多資產，但就是拿不出錢來用，這樣的情況是很危險的。另外，我們還要關注公司所在的行業。有些行業天生就是低利潤率的，比如傳統製造業、零售業等。這些行業競爭激烈，很難做到高利潤率。而有些行業，比如軟件、醫藥、高端消費品等，相對容易實現高利潤率。當然，這不是說低利潤率行業就完全不能投資，而是說我們要更加謹慎，要找到那些在低利潤率行業裡仍然能夠脫穎而出的公司。但總的來說，選擇高利潤率行業會讓投資變得更容易一些。耐心等待好機會。蒙格船有一句名言，那就是投資就像打棒球，但這個棒球比賽沒有三振出局的規則。你可以一直等到那個最好的球出現，然後全力揮棒。這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呢？就是不要着急，不要看到股價下跌就急着抄底。我們要耐心等待，等那些真正優秀的公司出現合理的價格時再出手。什麼叫合理的價格？不是說越便宜越好，而是要綜合考慮公司的質量和價格。一家利潤率超過12%，
行業地位穩固、管理層優秀的公司，即使價格稍微貴一點，也值得買入，因為這樣的公司會持續成長，時間會證明你的選擇是對的。而那些利潤率很低的公司，即使股價跌到很便宜，也不要輕易出手，因為便宜往往是有原因的，很可能會越嚟越便宜，最後讓你套牢。很多人在投資時總是想着要快速賺錢，今天買明天就想漲，但蒙格告訴我們，真正的財富是慢慢積累的。他和巴菲特用了幾十年的時間，才把伯克希爾打造成今天的規模。這個過程中，他們從來不追熱點，不跟風炒作，只是堅持自己的原則，買入那些真正優秀的公司，然後長期持有。這種投資方式看起來很慢，但實際上卻是最快、最穩的致富之道。查理·蒙格的12%法則，其實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清晰的投資標準。它不是一個絕對的數字，而是代表了一種投資哲學，那就是要追求質量而不是數量，要選擇真正優秀的公司而不是便宜的公司。在投資的世界裡，便宜沒有好貨這句話往往是真理。我們與其花時間去研究那些低質量的便宜貨，不如把精力放在尋找真正的好公司上。當我們下次看到某個股票大跌，想要抄底的時候，不妨先停下來想一想，這家公司的利潤率有沒有達到12%？它有沒有真正的競爭優勢？它的未來前景如何？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，那我們最好還是別急着出手。記住蒙格的話，利潤率低於12%，抄底就是送蛇。這不是嚇嚇人，而是用血淋淋的市場經驗告訴我們的真理。投資是一場長跑，不是短跑。我們需要的不是一時的運氣，而是長期穩定的回報。選擇那些高利潤率的優質公司，耐心等待狹窄的價格，然後長期持有，這才是普通人能夠在股市裡賺到錢的正確方式。蒙格用他96年的人生經驗告訴我們，投資其實並不複雜，關鍵是要堅持正確的原則，不被市場的噪音所干擾。讓我們一起向這位投資大師學習，在投資的道路上走得更穩、更遠。